为了庆祝 YouTube 频道破10万人，艺人迪英、孙鹏之子孙安佐昨晚28日在西门町发送100份沙威玛，他一现身就有人尖叫，期间对粉丝摸胸肌、新娘抱等要求来者不拒。这回见到大批媒体，孙安佐也早已想好应对之道。被问到爸妈等相关问题，他立马化身动漫人物吐出漫画台词，让不少人傻眼。综合媒体报道，孙安佐昨天晚间约6点半和2名友人一起现身西门町成都路巷弄店家，还没到7点发放时间，就已有50多人在场排队。期间，孙安佐对粉丝有求必应，也大方脱下外套展露好身材。不过原本预计发放100份沙威玛，最后只送到85号。沙威玛店家表示，孙安佐免费发送不是业配，单纯是回馈粉丝。原本100份原价4500元，店家有给折扣。昨晚接受媒体访问时，孙安佐有备而来。他对迪英、孙鹏的相关问题几乎不回应，选择念日文动漫台词带过，不然就是答非所问。你知道一件事情吗？你知道白色相簿的季节已经到了。下一个问题，对于粉丝1个月就破10万，他表示很开心，这么多人愿意支持他。而开始接业配的孙安佐，收入越来越高，爸妈也感到开心。但被问到父母有没有表示过什么，他说还好吧，就立刻 Q 下一题。被问到若爸爸孙鹏主持的国光帮忙邀他去上节目会去吗？孙安佐没好气地回应，这种问题怎么会问我呢？又不干我的事情。